理玉萍今日同大家傾傾玉萍保養小知識，掌握3個簡單步驟，你嘅玉萍就能保持光亮如新，耐用10年唔變質。第一步，日常清潔輕柔得法。玻璃帶防污疏水塗層，千祈唔用強酸強鹼、鋼絲球或水磨膏，會刮花塗層。每日沖涼後，溫水加少許中性洗潔精，軟布輕抹，再用玻璃刮順向刮乾，30秒搞掂。有水垢就白醋清水1比1調勻，噴後靜待10分鐘輕擦，安全有效。第二步，五金配件定期潤滑。304不鏽鋼配件抗鏽力強，但澳門鹽霧犀利，長期唔打理影響順暢度。每月用乾布擦淨滑軌，鉸鏈灰塵，抹少少專用潤滑油，開合靜音順暢。密封膠條件霉點，牙刷飲白醋水刷淨，保持彈性先唔會減弱防水效果，呢個細節千祈唔漏。第三步，環境通風加定期檢查。沖完涼開窗30分鐘，保持浴室乾爽，減少霉粉滋生。天利膠條係食品級防霉材質，通風能延長壽命。每半年檢查螺絲同固定件，有鬆動及時擰緊，避免玉萍搖晃影響安全。呢個習慣能大幅延長使用年限。天利玉萍唔單止做高品質玉萍，更要讓每位用戶用得安心，用得長久。